盐水溪呢，整个是属于中央管河川。那盐水溪在第6河川局目前整治的概况呢，下游到目前大概整个到八甲桥以下呢，目前大概都已经有完成初步的一些整治，就是说防洪高度也都已经达到了。那接续呢，我们在今年呢也去头边的浸会呢，将会做妈喵桥的右岸呢到七甲桥这一段的一些环境改善，还有整个堤防，让它整个堤防设施较完善。那七甲桥到八甲桥这一段的堤防呢，我们也会在筹措经费，将相关的水防道路的连通也好，或设施让它做完善。桥造起来对两方面的居民都很好，尤其上班族的，他们的走归人要到我们这边上班，到新市都是走这条比较近，至少没有红绿灯，还有路也很宽大啊，还有这边的农民呢，因为几乎这边的农民都是归人的农民，所以他们在要耕种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啊。伊这个地段是属于关庙下湖段，所以属于下湖里。我讲无咱去做一个以后的一个研究，比如讲咱下湖里七甲里的一个名称会当留落来所以呢各取一个前面一个字的谐音就福气。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盐水溪是台南市境内中央管理的河川之一。经济部水利署第6河川局逐年办理治理工程，来改善沿岸淹水情形。其中七甲桥因梁底高度不足，容易形成水患，所以桥梁改建及堤防改善工程相当紧急而且重要。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主办七甲桥改建工程，历经1年的施工期，在今年4月完工通车，改名为湖七桥。改建后提升防洪功能，也让关庙及归仁区民众进出更加便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水利局长怎么说吧。那这个桥梁的改建呢，最主要是我们获得水利署的一个经费的补助，大概5600万，那总经费是7105万。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市府也有筹了1000多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经费。那这个桥梁呢，最主要过去是一个它那个梁底高层过低，有影响通洪。那所以说呢，我们跟中央争取经费来办理这样改建。那这改建完成之后呢，原本的桥宽大概是只有6.5公尺，那在这次也拓宽到8.5公尺。那这个桥梁改建完成之后，对于归仁的七甲跟那个关庙的下湖里这个两区的民众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大事。桥梁改善完成之后，包含我们周遭的一个防汛道路，也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衔接。这个交通的改善对地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7月1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来关心台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议员李克伟上午针对疫情为3级警戒到未解封，建议市府袂当因为戒掉就唔敢食，不管是餐饮、幼教、运动场馆等等，应该滚动式的检讨开放。市长黄伟哲回应，会全方位做考量，袂全部拢只有专业的判断利益。新冠疫情3级警戒为7月13未解封。原本市府有条件开放会当伫个餐厅内面食，不过后来因为市民的压力紧急喊停，所以议员李克伟认为3级警戒未解封，袂当因为戒掉就唔敢食。专家建议未来就是爱甲病毒和平共存。接续落来，卖关心补教、幼教甲运动场馆开放的问题。就最近这个市长有当特别跟你反映一下这个。像有一些立委也好，这个中央也有都有在反映就是一些像补习班而且幼教托婴托育这些的一个行业这个他们也是面临到很急迫的一个压力啦像因为这些行业像市长
这个家长学生这其实这文啊是比较可以掌握我们的一个在地人嘛这比较不会有这个外县市复杂的一个因素嘛所以我们做好一个防疫这文啊这个让孩子这个有人可以照顾这个机构也多少可以生存这家长文啊让安心这个回到职场像这个部分，市长像咱大安市这个部分你安尼敢有啥物款的一个想法？补教业者专攻已经有讲啊，就讲7月26号是不止补教这个幼教啦托婴托育方面不是补教，幼教的话又比补教更单纯，也更复杂。单纯的是我们的这个幼教的人的小朋友，老师跟小朋友都是固定这些人。复杂的是小朋友比较不受控，小朋友孩子，你说乖乖在家，麦叮当一定想跟隔壁桌的人玩这样子就可能接触。所以说，我们幼教人员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先施打了，那先施打疫苗2个礼拜后就有免疫力了，就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了。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时间点。为未解封到疫苗注射站的混乱，议员用7月8号万里希树仔注射站为例，原本只预定380剂，不过却来了1000人左右，造成现场混乱。对此，卫生局长回应，当初为了方便长辈用坐车方式，现在改为预约制，就比较较无问题。加上南区65岁以上，目前完成注射有56.1%，全市完成第1剂注射目前有16%，预计月底会当达成25%的目标。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少子化，台湾生育率世界排名上尾名。为了鼓励生囡仔，议员郭凤仪透过市政总咨询，公开邀请市长黄伟哲担任囡仔王，共同为特色公园、儿童游乐区的建设来签名。防疫期间，台南市在公园的游乐设施拢封闭，民众在遮，就连家长甲小朋友嘛强要挡袂了。面对台湾人口的负成长，议员郭凤仪表示，囡仔不但是父母的宝贝，而且嘛是国家未来的资源。因此，如何提升囡仔的成长教育、甲生活环境的清净、甲安全，就真重要。对此，议员针对一寡公园的游乐设施提出探讨，包括特色公园的景色、公用式的游乐设施，以及游乐器材是不是安全等。整个基础建设，从停车空间。从环境绿美化、维护的单位等等，其实都非常的 OK 啦。包括我来的那个医疗室啊，或者是所谓的育婴室啊等等，非常的完整。跟院报告用一片拢扛是超啊。诚如你提的，都会公园其实周边的配套措施已经都很不错了。那所以我想，在整个新建的经费上，其实会完全投入在我们的游具的设计规划里面为主啦。游戏场或公园上盖担心的，第一无停车场嘛，第二无避凉的所在嘛，所以这个都很完整。其实完成了之后，我们这个儿童台重新再打造之后，确实是一种有加成的效果了这真正甲市长报告一下，3000万应该也无啥够，尽量会使成效出来的话，我们再多加一些经费在这上。这个跟议员报告，我们缺工缺料但是也缺钱了，所以我们当然缺钱啦，你得要想办法啦。在现有的这个水准下，能够做得更好。议员以外县市为例，虽然无法度达到一区一特色的公园，不过议员嘛公开邀请市长来担任囡仔王，共同为台南的游乐场设施的翻转来努力。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赵良介媒合民间企业捐赠100万，予台南市政府作为民众纾困使用。同时嘛，呼吁市长多多争取中央的疫情纾困经费。另外，议员也建议伫疫苗注射站编制警察局分局长担任副指挥官，避免民众无按照时间报到，造成注射站滚住的乱象。议员赵良介伫即届质询捐赠现金100万予市政府，
呼吁市长会当多多甲中央争取更加侪纾困金，因为疫情期间严重冲击着民间大部分的产业，所以议员希望市府会当针对弱势民众提供更较侪纾困方案，用更加侪同理心来体谅艰苦人。一个外月无上课啊，未来还有2个月的暑假，这困难的囡仔，是大人都无饭通食啊，囡仔更较艰苦，所以这点呢，我是听到真侪困难的人伫基层咧行，听到有所感，所以讲可怜呢，基层这苦命人啊，所以我想，阮呢捐100万，互你帮助这艰苦的囡仔，这段中间的食饭。什么行政议员拢停起来，我都无参加。也无自信。我无参加。所以你看这台湾苏贞昌、治安也停起来，所有的户头拢停起来。议会即马，我当承诺改迄个。你改一个啦。公开声明书，本人台南市长黄伟哲感受疫情为市民带来诸多的苦难，本人愿意向民进党党团、立法院党团提案，建请行政院自短期内发放每人5000块消费券，以纾困基层民众，并且振兴活络基层的经济。下面人黄伟哲中华民国110年7月14日。日前中西区疫苗注射站原本要预计注射600人，因为市府宣布会当跨区来注，所以造成一道命就超过1000名的民众来排队，队伍排甲落长，超过500公尺。议员建议未来会当伫注射站分派由警察局的分局长来担任副指挥官，维持现场的秩序。我看多数的区长是拢注重内场注射的部分啦，OK 来，我甲你做一个建议啊。是。区长若是指挥官，你要聘一个副指挥官，就是迄区的分局长，警察一般会比其他的公务人员危机处理的能力较侪，经验较侪啊。所以伫现场，因为你拢有分担啊，你拢有分担，迄偌侪人甲伫现场斗呢，你的单档写甲明明白白，8点到8点半报道，然后8点半到9点注射，注射了后，9点到9点半换倒一日报道，一清二楚。一局，因无安尼做，无安尼做呢，造成现场的乱枪四起啦。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中华职棒32年例行赛总算会当开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顶礼拜已经通知，同意中华职棒恢复比赛，不过观众只会当透过转播来收看。7月13号的比赛，在台南市立棒球场顶场，由同一赛对决乐天桃园。停赛将近2个月，中华职棒在疫情趋缓后，13日正式在台南球场回归。但目前的比赛是采用闭门赛事，观众袂当入场，只会当透过转播收看。虽然在现场减少了看球的热情加油声，不过不管是球员或者是观众，大家拢会当理解，这一切拢是为了防疫。更多的观众实力能够进场，毕竟实际观赏是更刺激、更好、更值得欣赏的。今天再次祝福我们比赛成绩圆满成功，中华职棒加油！今天非常高兴能迎来中华职棒再次复赛了。我们虽然因为疫情的影响，大家还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球场来，但是在台南球场已经等着穿本本蛋里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解封的时候赶快再来台南球场来看中华职棒的所有赛事，并且替我们台南的统一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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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台南棒球场的巨荧幕在使用14档后，现在开了1300万换成 LED 的大荧幕，除了真大2倍，解析度嘛全面提升。
民众未来入场看球时，就会当享受到更加舒适的观赛体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天坛五条港商圈由理事长侯美惠带领协会成员捐出300领医疗防护衫、甲防护面鞍，予台南市立病院，由院长蔡良敏代表受奖。为了感谢医护人员防疫努力，台南市天坛五条港商圈结合防疫纺织国家队、巨阳公司、市员郑嘉兴共同捐赠一批防疫物资，予台南市立病院。携手防疫挺医护，最近 COVID-19 的疫情持续在加深，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很多的医护人员为我们尽心尽力，然后在很多的那个紧急的事件，我们都看到医护他们真的很尽力，所以呢，我们就发起了来捐赠我们的 P1 的等级的防护衣，还有面罩、防护面罩，总共各300个。那希望呢，能够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疫情。市立病院院长蔡良敏也亲自出面代表受奖，并感谢五条港商圈全体同仁的善心付出。多谢咱这个天坛5条港商圈吼，咱的侯理事长、咱的徐董吼，甲咱的真侪理事吼，咱甲咱捐赠真侪这个足好的防护衣啦吼，这个因为这个物件是对阮防疫是真有帮忙吼，大家伫防疫的期间，大家都真尽责啦。咱台南市包括市政府甲咱的卫生局吼。所有交代的代志，我想大家病院拢足认真来做，真感谢咱这社区这团体吼，那甲咱捐献这么侪重要的物资啦，这物件会当互阮搁较侪能力、较资源来甲这防疫的代志做好。除了市医的防疫物资捐赠，5条港商圈16号这礼拜5。也将伫咧北区区公所办理另外一场的捐赠活动，协会结合社会各界资源，用实际行动持续小停防疫。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随着山西科技产品进步，使用电脑甲手机的人也愈来愈多。时间一久，可能引起阿妈滚、肩胛头酸痛，甚至受伤。尤其疫情期间，民众伫厝内使用手机甲电脑的时间嘛愈长。所以最近就愈来愈多酸痛的患者到病院找医生治疗。现代人长期使用电脑以及手机的习惯，互渐进酸痛的人愈来愈多。基于病院中医部骨伤科主任任东辉表示，现代人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长期使用3C 产品姿势不良，容易造成渐进部酸痛，建议会当用中医针灸治疗。现代人呢，因为长期生活比较紧张、压力大，再加上长期使用3C 产品、低头滑手机等等，都很容易造成肩颈部的压力，以及肩颈部的发炎。发炎久了之后呢，就会产生粘连，这时候气血组织不通了，就会造成酸痛的现象。那这时候我们会呼吁民众呢，可以透过针灸的方式。那如果针灸的方式还是没办法缓解呢，就可以利用小针刀的方式，再加上搭配内服的，舒筋活络的中药，这样子呢，对于酸痛的缓解会有很好的效果。针对治疗肩颈部酸痛，现在也有小扁针这种结合中医针灸以及西医手术的治疗方式。小针刀跟一般针灸不同的方面呢，小针刀它的操作时间短，操作快速，它的针不用留在病人身上。那在操作过小针刀之后呢，最好可以服用我们医院特制的消肿退黄的药液包，效果会更好。但是小扁针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参照是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有生，也则是磷血功能不全等民众，也是需要医生评估后，才来进行小扁针的治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106年到110年的统计，有过酒气的7岁囡仔的比例，为民国70年到101年降低15.6%。不过，却有70%左右的儿童并无接受治疗，所以基美医学中心成立儿童齿科，希望会当提升囡仔喙齿照护。一般小朋友的乳齿虽然只有5档至10档的寿命，不过无照顾好，恐惊会影响未来数十档恒牙齿列加颚骨的稳定加健康。因此，基美医学中心依照专人照护的概念，成立儿童齿科，希望提升儿童口腔的照护。乳牙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占了多长的时间呢？我们印象当中，小朋友可能差不多半岁，或者7、8个月开始画喙齿嘛，那画喙齿当时的话呢，印象中是觉得好像大班有些人就开始掉门牙。小1的时候会掉一些前面的牙齿，但是真的要把整套乳牙20颗全部换完的时间点，大部分都会落在6年级，12岁，慢的人还有到国1都还没掉完的牙齿。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其实孩子生长的精华时段，整个国小阶段啊，包含整个幼稚园，他每天的营养、讲话、发音、构音，咀嚼、吞咽。跟人家交朋友也要微笑嘛，那这个过程当中，乳牙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如果你说我觉得5岁的时候看到蛀牙，你就想着，这个8年后会掉，我就不管了。如果有一个执政者说8年后要政党轮替，都不关我的事了，你怎么可能会投给他？所以我们是希望孩子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他的乳牙。乳牙如果顾不好，比较轻的话是顶多蛀个牙，然后发炎、疼痛，有时候普朗化脓都还好。但是很少数的 case 比较严重的情节是，它可能会往头颅骨、往头颈部去感染，变成一些像蜂窝性组织炎，那甚至就会比较有到甚至要住院啊，比较危及生命的情况。基美病院儿童齿科强调，宝贝囡仔的乳牙，除了提供囡仔适当的治疗选择，包括蛀齿的预防、治疗、到外伤的处理，甚至混合齿列空间的维持。加早期的矫正配合，另外伫个行为管理方面，嘛以增加正面的态度，减少囡仔惊就医的困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17分，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